行，等会儿别请了，别请了，请。过年好。嘿。哎，这梅之美是郝家送的吧？他拿了不少来呢，说是回馈咱，让咱可以放在酒楼里卖，也可以自己喝。他信里还说啊，二少主待他不错，他在家里安心养胎，让咱们放心。打过他的人还能感性了不成？咱们都几次下拜帖了，10次有9次都说他见不得人，要安心静养。就见着那几回，明面上看着没什么事儿，但终究不知底细啊。二少主现在在宫中宣称自己见有长子，又到处求偏门招子。他现在满心觊觎此事，暂时不会对郝家怎样。我也觉得，郝家姐姐在心里说二少主对她无微不至，不像是撒谎的样子，就是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又对她如何。静静，郝家姐姐说非常喜欢你和武少主送她尿布。咋了？那是我们做的棉裤。真香，手艺真好。烦人！我刚理过账，最近的酒楼收益还不错，咱们的服装店、麻将馆、武馆的收成也还行。这么看来，女子商会真的可以成气候。到时候如果郝家同意，咱们也拉他一同入伙。好，对。那个，我问个问题啊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的店倒了，他要把他那铺子转让给咱们。反正我们后面也要做女子商会，需要用的地方还很多。他那家铺子地段还是不错的。我也觉得。三少主，要不请您开个价吧？哎呀，开什么价啊？我就是想跟你们一起开店，若你们答应让我入伙，对面那酒楼我送你们了。你有这么好心？鱼店有诈？真没有，我发誓。哎，就是你们也知道啊，我之前开那酒楼呢，就是想跟你们赌气，现在也没了生意，我也没有必要耗下去了，不如就送给你们。不过呢，我希望你们能答应我入伙，让我分一杯羹。三少主果然不会做亏本买卖呢。我们家同意，上官剧主也同意，那就咱们几个商量呗。好，表个态吧。同意他走的，请你收。妈呀！你们也太不客气了，老三。若是你想真心悔过，也不是不行。既然你诚心诚意悔过，我们就不能大发慈悲的放过你。加入我们九川美食会的男子，必被我们挑剔仪容仪表。请吧。少主，坚持一下，坚持说。站直了。只有对自己够狠，才能加入九川美食会。千万不能对自己松懈，相信自己。从今日起，1粒米都不许吃，明年定能挂住铜钱。谢谢。再吸，接着吸，挺住，快好了。公狗腰，猿猴臂。人见对男子本就这般苛刻残酷，你本就是下邳，更要在这精益求精的路上砥砺前行，再创辉煌。腰这么粗，吃1个月青菜肯定能瘦。别气馁啊！你怎么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了啊？不服啊？服，我就是觉得。我以前对你们确实太过分了。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你一命。
我今年年夜饭我不想进宫吃了，我能跟你们一起吃吗？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确实太冷清了。可以啊，你做，做不好吃，重做。我学。请求四。少主，太呛了。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萱草，也叫义男草。以调灵为义男之兆，都是为了儿子忍一忍。忍。少主，大事不妙，侧夫人怀的是个女儿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。这孕妇寻萱草，如临今日坠地，就必定生男。可这铃铛，它丝毫没有坠落之意呀。那侧夫人肚子里，她就是个女儿啊。师婆，这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呢，你就这么确定吗？老身所断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少主用老身多年，他自然知道。这种占卜之术本就是荒谬至极，不能因为你一言而定吧？没用的东西。您是在担心二少主的侧夫人吧？今日又托原因送了拜帖去，被打回来了。他回信总说没事儿，可我总担心他过得不好。侧夫人，苏总管，少主知道您担心好侧夫人，特命小人来传话，说您呐就直接去二少主府登门拜访，说何夫人叫您来的，他们府上人不敢拦您。那不会添麻烦吧？不会，少主都打点过了。想来何夫人与好侧夫人也算感同身受，何夫人愿意帮这个忙。那我去准备。哎，小心点啊！侧夫人睡了，一看就没睡着。小薇，我可太久没见你了。你这是？哎呀，没事。我就是这孕中嘛，身子不舒服，很正常。怀了孕都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哭，你便哭出来。要是憋坏了身子，可就不好了。那么多补品吃着，身子也坏不到哪儿去。我怀孕之后啊，赵芳如同意让我跟家里通信了。你看，我母亲给我写这么多信呢，才让我保重好自己的身子。而且少主多少是知道这事儿的，但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他对我也算还好啦。照顾好自己啊。二少主回来了。佳儿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怎么来了？少主，李卫难得的来看妾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
你现在需要静养，就不要再见外人了。略明送客。我先走了。佳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张神婆还有妙招，你还能生儿子。怎么不高兴呢？你现在可是双身子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快躺下。我陪着你。少主，都刨了半天了，你说再往下刨就刨出龙骨来了，手都要刨坏了。怎么了？不顺利？今日上朝听闻，二哥要给主上添个嫡长孙了，想来是他自己传出的消息。我看他没少在外面整那些歪路子，天天重金求子。当日在酒楼，我们就该，我们就想让郝家姐姐逃走来着，结果发现她怀了身孕，走也走不了，而少主都动手打她了，还天天把她关在屋子里，说是为郝家好，我看他就是放屁。郝家现在每日哭，哎呀，我真太后悔了，当时就应该让他不管不顾的逃走才对。动手这种事情，有一就有二。若是他真的能走，对他来讲倒是好些。他情绪起伏这么大，要不要请太医？少主啊，您还记得我跟您讲过，何夫人生完您之后也是心绪不佳，啼哭不休，甚至把您送去了下人房间。这会不会二侧夫人和何夫人是？太医我来请，至于怎么送进去，看你了。快去。明白。站住！我府上的菜长得极好，来给你们侧夫人送一些。抱歉，侧夫人有孕，外面的东西一概不敢接，怕是影响了少主的儿子。你是不知道我和郝家姐姐的关系吗？我难道会害她？还请恕罪。这只是些菜，让人进来吧。是夫人的意思，出了什么事儿，让少主找夫人吧。是。这里隐蔽，让桶里的人出来吧。这桶里确实是有菜，但这位是我请来的太医。快去吧。姐姐，我多问一句，夫人为何愿意帮我们？侧夫人状况不好，夫人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会有损孩子的。夫人很喜欢孩子，却一直怀不上。侧夫人有了，她心里虽是在意，但也希望母子平安。替我多谢夫人。这些果子都有籽儿，你多吃些，后边一定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少主，妾其实不喜吃酸。不，你喜欢吃。
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等你生完儿子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带你去哪里。记得把这些都吃了。是。曹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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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大姐姐，曹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坐下，我带她衣服。没事吧？这才几天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那日，张婶婆断定侧夫人怀的是女儿，少主很不高兴。但到底孩子未出世，便还有小头，少主便总是让张神婆送些祈求男胎的法宝香火过来。侧夫人心里烦，又不敢说，便总是自己哭。侧夫人这是孕中气郁，许多夫人受孕之后都会气血瘀滞，心思郁结，久而久之就成了这气郁之症了。这屋子太过闭塞，还燃着香，人肯定是不适的。平日里孕妇还是需要多出去走动，保持心情的愉悦。像这样整日的闷着，怕是不妥啊。有了太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仰仗他人鼻息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，今天这样也是我的报应。但我的孩子不能啊！二少主，他知道他没有残忍，但他不得不装下去。在他父亲眼皮子底下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难道我的孩子以后也要这样吗？而且他跟我一样是庶出，日子这么难，我可以跪着活，但是他不能。我当初想助我跑出去，我觉得我可以开始新生活，没想到，现如今，我可能这辈子都要在这座囚楼里。是不是只有一了百了，才能接受这一切？不是，不是啊。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想讨论郝家离府一事。带他离府，送他出城都不难，问题是后续的安置。郝家失踪，二少主一定会怀疑到我们头上。若他来问话，我和李薇会应付过去；但若他派人去找，季川、李薇家首当其冲，所以还需要有人提供备选的地点，保证郝家的安全。本不想连累大家，可金川元婴家中也不方便行动，所以恳请大家援手。若大家有不愿的，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？若那老二查出什么端倪，那就说是我的主意啊。这样吧，郝家的盘缠我出了，我也出。要我说啊，干脆就咱4个都出了得了，谁怕老二啊？就是，虽然我觉得咱们不会死啊，但是万一，那大不了咱们来生再做姐妹呗。说得对。
大家要知道，此事凶险。如若有人被拖下水，那郝家姐姐反而会更难受。我负责办妥此事，大家请尽量的保全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种事儿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被丹川的百姓知道了，不得笑话我一辈子？来，这个是思思准备的盘缠和干粮，我在里面放了丹川的令牌。姬川若是不安全呢，就让郝家姐姐直接去丹川宫，我姐姐肯定会替我们兜着的。别担心，银川啊，大部分田庄都是我们家的，都能让郝家姐姐住着。狡兔三窟，银川很大，找也要找好久呢。多谢大家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苏珊说：“你找我。”你先坐下吧。我想放郝家姐姐走，她太可怜了。加入二少主府之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明朗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那你想清楚了？断四方有功绩的秀女是大事儿，二少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能连累你，你能不能写封休书给我，先把自己撇清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兔死狐悲，除了我们，没有人能救他了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但这种话不要再说。谢谢你，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已经很难了。如果再因为我出什么事儿，我会难救死的。问什么难都不用怕，有我在。我走的这么不管不顾的，你们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了，车上还有人等着呢。佳儿，娘，佳儿啊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娘一收到你的信啊，就紧赶慢赶的跑过来了，还好赶得上送你一程。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我原本想在这二少主府立足，好好过日子，
可是姨娘从家里带了车夫来，人很可靠，你就放心吧。回济川路上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先去我家避避风头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小薇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大恩大德。不谢不谢，只要你以后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。哪怕是为了孩子呢。这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，他的乳名就叫长乐，意思是长久的平安喜乐。等他出生之后，认你做义母可好？好，我一定当好这个义母。只是你自己要更爱自己一些，不然怎么有能力去爱其他人呢？这天大地大的，你一定会活得逍遥又自在。别哭啊！去吧。走。姨娘。娘，这一路过来辛苦了，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，娘？佳儿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离开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自打你嫁给二少主之后，这贴补娘家的可都是二少主给的赏赐啊。可是你这一走，你以后拿什么傍身呢？娘，这个你放心吧。李薇他们现在做生意做得很大，风生水起的，我以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做。哎呀，娘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你跟李薇她不一样，李文碧只有一个妻子，她又那么的疼爱李薇。你自己也说过，这李薇的夫君呐，对她是很好的。她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她夫君有的是人帮她兜底。可是咱们娘俩可什么都没有啊。娘的意思是希望我回去。娘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？可是你这一走，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，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？新川少主雷霆之怒，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，那我们全家可就没法活了。所以千里迢迢的跑过来，不是为了送我离开。那你给我写那么多信，让我保重身体，你是想利用我？娘怎么能是利用你呢？家里这么多的庶姐妹，娘费了多少心思才把你送来新川。好在你也争气，这遇上了二少主，还怀了他的骨血。这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日，你该保重自己才对。佳儿啊，娘知道二少主他对你不好，娘也心疼。可是有他护着咱们，咱娘俩才算是有人撑腰啊。唉，这女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夫君就是我们的东家，这跟东家讨饭吃啊，总是很难的。忍忍吧，娘这后半辈子可就指望你了呀。
少主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你在干什么？侧夫人呢？侧夫人，侧夫人的人呢？吕明，妾给少主沏茶去了。听下人说，少主忙于政务，夜里忧思少眠，妾沏了安神茶给少主。好茶，你有身孕在身，竟还惦念着我。这些事情嘛，让下面的人去办就好了。妾总想着为少主做些什么才能安心。前阵子，妾让少主不开心了，妾是害怕这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让少主满意。但少主放心，妾今后定将好好将养身子，听取张神婆的叮嘱，努力为少主生下长子。你呀，要是总能这么听话就好了。我也不能久留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恭送少主。好茶。侧夫人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夫人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您走了吗？我母亲说的对，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根本活不下去。况且我一介残躯，为什么要连累你呀？我跑了，少主震怒，夫人是能保得了你，但也免不了皮肉之苦。我没跑，大家也就都安然无恙了。即使我日后生下的是个女儿，我想少主也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照拂一二吧。我母亲把我教养成今天的模样，我却也只能做金丝雀、笼中鸟，哪有什么独自生活的能力？我和二少主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他依靠着夫人的母亲阿嫡出的身份，我连累着李卫他们和你们。我们都是无能的人，只有将死在这宅子里，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郝家姐姐托我还给你，说是谢谢你。是我犯傻了，原以为他母亲是来帮他的，结果听律明给我们传话的意思，反倒是被自己的母亲推了一把。郝家姐姐的母亲可能只是想郝家姐姐可以嫁入高门，庇佑他们全家人。
这是个什么母亲啊？自己的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幸了，他还强逼她忍下来。郝家与咱不同，说穿了，大家也算是在后代中成长，自有底气。但郝家是靠着察言观色活到现在，这过程里，他又经历了多少人心易变、翻脸无情，所以，他根本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郝家姐姐从来都没有刻意一直拖着他，不让他跌下去的家人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是他的家人，咱们拖着他。去求稳婆了，马上就来了啊！我不想生了，太疼了。稳婆来了，稳婆来了，太疼了。胎位不正，侧夫人她是孕期补得太厉害，孩子太大了，恐怕会有些麻烦。那怎么办呀？最好去请个太医，扎针止疼。太医？我这就去找夫人，求少主帮侧夫人请太医。好，快去换盆热水。尹征仗着自己是九川事务司协理，要在九川境内推行新币，竟肆无忌惮地将手伸到我户政司来了。父亲还三不五时地赞许他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让你尽快找到他的把柄。二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。他经手的公务都办得妥帖，即便掺和了新币的事儿，也都过了父亲的明路，算不得僭越。尹征心机深重，谨小慎微。我手底下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，可也都找不出来他的错处。没有错处，你就不会制造一些什么错处吗？这半年来，父亲一直不满你我，觉得尹征更为进取。二哥，此计贸然动作，恐怕不是良机啊！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要生了。这夫人生孩子，你找我做什么？侧夫人疼得厉害，没力气了，这生不下来。稳婆说，最好给侧夫人找个太医，扎上2针，兴许能够止疼。这妇人生孩子有不疼的吗？扎针之术，焉知是否会伤及到胎儿？你让他忍一忍。是。等等，倘若当真生的是男孩，即刻来报。是。夫人，少主不允施针止疼，侧夫人状况越来越差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郝家，你给我打起精神，不许放弃。夫人留步！你们侧夫人都快生了，再不进去她会没命的，快让开！嫡长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是谁都一样。嫡长主说了，今日谁都不能进去。给我起开！夫人，我要是死了，孩子你能不能？不能！你给我听好，你要是敢死在我家，让我沾上了晦气，那我就折磨死你的孩子，不会让他好好长大的。所以你必须给我活着，才能盯着我，明白吗？夫人，实在不行，生不下来。你先别慌，徐太医现在过不来，你知不知道他身上哪些穴位是止疼的？你现在给他布置，必须让他有力气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。小人知道是知道，可是二少主不让。够了！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府上，我可是唯一的女主人，就算郝家的命，那也是我来管的。别犹豫了，下针。好，夫人，冒犯了。夫人，快啊！我看到孩子头了。郝家，你记着，今天无论是你还是孩子，一个都不许死。夫人。
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是没消息？生了！侧夫人生了个女儿，太好了！郝家姐姐怎么样？侧夫人没事儿，母女平安。母女平安就好。二位，请先回去吧。少主今日心情不佳，是绝不肯让人入府的。侧夫人那边有夫人照应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那劳烦您把这个平安符带给郝家姐姐吧。刚出生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哭个不停，这会儿就已经睡着了，一点都不闹了。你看，这一点都不像我，更像他父亲。没事的，就让他多跟我们在一起。时间久了，等他长大了之后，就一定会摆脱老二那些恶习的影响，对吧？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男人。为他生孩子，我连命差点都丢。他连十指疼针都不敢。知道是女儿后，他更是没了人影。我连一支婢女都不如。有没有想好？给这个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？小字长乐，宁好月。侧夫人，要是少主知道这孩子名叫尹好月，带着您母家的姓氏，怕是会不高兴。不叫尹好月，就叫好月。